请咱来领受上帝的话，记载伫旧约圣经，旧约圣经箴言第23章，箴言23章15节甲19节。旧约圣经箴言伫圣诗的后面，现代中英译本835页，台语汉语本716页。我的囝，你的心若有智慧，我的心的确真欢喜。你的嘴若讲正直，我的心肠也要快乐。你毋通心善歹人，独独着通日敬畏耶和华，因为也有将来的报应。你的愿望也袂会断绝。我的囝，你着听，着有智慧，佮引带你的心伫正直的路。愿上帝的话成做咱的快乐佮帮助。今早起，女牧师要带来的信息是敬虔的传承，敬虔的传承，请咱大家恭敬来听。各位兄弟平安。伫主日的前早，咱伫遮搁一摆来用诗歌来学落咱的主，来恭敬听伊的话语，搁一摆得到生命的智慧甲快乐，互咱会当行头前的路站。今仔日也是一个足特别的机会吼，咱无共款所在来兄弟姊妹，用无共款的语言，用诗歌，用乐器来学落咱的主，来敬拜伊，这是一个真正互人真正欢喜美好的代志，因为众人伫遮做伙同心合一来学落上帝，是上帝上欢喜的事。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机会哈，我们来自不同地方的弟兄姐妹，来自不同的教会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在一起用诗歌、用话语、用乐器一起来赞美我们的主。我们看见那个彼此不同的语言，可以在合一在同一个主的里面，那是很美丽的事情。让我们用这样的心情一起来敬拜的时候，我相信我们的主是欢喜快乐的。讲道一开始，咱做伙搁一摆用祈祷来献上咱的感恩甲乐乐。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因为阮搁一摆来到你的殿院，阮的心就着调欢喜。阮的心因为来到你的殿院，阮要讲欢喜到奋起。主，我们伫遮搁一摆领受你的话语的时阵，愿你家己用你真理的话语来讨帮阮每一个兄弟姊妹，互阮无搁因为罪恶来颠破。互阮无搁因为世界来沉重，互阮无搁因为家己的烦恼抵到家己隔离，互阮每一摆亲近你的时，你的话语就成做阮生命的粮食。主，你圣神大大灌压，互阮互你点导，成做有热情的基督徒，有真理的基督徒，来做这世代台湾好的见证。安尼祈求，安尼感恩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。阿门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分享一个主题，叫做敬虔的传承。因为这段时间咱拢在读箴言，伫箴言的这个简读内底，咱就搁一摆来思考敬虔，甲怎样互咱的囝儿世世会当伫敬虔的传统内底继续来成长。其实这2、3个月伫思考，也是讲伫足侪的资讯内底有足侪反省吼。其实，咱会发现一项事，今年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为英国传到台湾的第150周年。1世纪半足长的时间内底，咱却看见长老教会上大有史以来上大的危机的中间。若咱无伫未来10年内底有大的改变、改革、更新甲扩展，长老教会会面对足大的衰退，这是咱拢爱面对的一个未来。咱会看见，咱用台北做一个例就好。台北差不多啥物教会拢在大，圆的、扁的、四方的拢在大。咱会感觉有一寡教会因的
教士小可较特别，但是伊嘛较大不误。台北是台湾的基督徒比率上悬的所在，有人讲9%，有人讲10%，有人安尼讲，这是一个可能的数字。但是整个规台湾是差不多5%，但是台北上悬差不多强要10%。但是咱会发现，伫全台湾内底，长老教会比率上低，其中一个就是台北市。咱会发现，所有的教会拢伫大，干那长老教会袂大，怎样啊？咱会发现，这可能咱从全世界拢来看的时阵，毋是干那台湾基督长老教会，即个有传统的，咱讲主流的教派面对真大的问题，这嘛是全世界主流教派共同在面对的代志。咱面对两种的压力伫咱的心上，一方面是咱讲高龄化，就是老年化。所以咱看咱的安养中心，愈做愈好，愈来愈大，做袂了的事工。但是咱有第二层的困难伫内底，就是咱的小资化伫内底。咱发现咱即摆高请咱的少年人，拜托啦，你结婚好毋好啦？你结婚好毋好啦？结婚了，咱搁来甲高请。你生囝好毋好啦？你生囝好，生囝妈妈带，妈妈带，你拢没烦恼，你甲生出来就好，剩的我来包办。生第二个囝了后，你搁甲讲，拜托啦，你看娶了嘛袂歹吼啊！迄个钱我甲你斗出，生第二个好毋好？第二个好毋好？好毋好？迄个高请到一个程度，因为咱有全世界上低生囝的比率，咱两种的压力伫咱的身上。若未来10年，咱无真大的改变、甲觉悟、甲行动、甲扩展，咱会拄着长老教会一世纪半有史以来上大的危机。有真侪教会可能会安尼就拍落去，这是咱爱面对的问题。面对这个问题，这2-3礼拜，我伫咧祈祷，伫咧思考这个讲题的时阵，我就用敬虔的传承，要甲大家做伙来分享。因为咱若有敬虔的后一代，教会就有未来；若咱无敬虔的后一代，教会就是无将来。箴言是一个足趣味的圣经的教示，因为伊是传讲足实际人生智慧的一卷册。整个这部册内底用格言式的方式来组成，主题甲内容差不多人生所有的重要的这个面向，拢伫遮来包含伫内底。箴言真侪部分是一句一句，也是一小段一小段的主题来联合。所以咱有发现一项代志无？咱咧读箴言内底，一章内底可能头开始咧讲这个智慧，最后咧讲财务管理，中间搁插一个小心那些漂亮但是有危险的女生。他讲哇，这章内底到底是要讲啥？无单一的主题内底3个、4个、5个、6个、10个主题，拢落伫一章内底，足歹读的。咱来发现一章内底足少有单一完整的主题伫箴言内底，但是少数的箴言内容是有较长、较完整的教示。比如讲第8章讲到智慧，伊讲智慧伫路中在呼叫，呼叫愚妄的人亲近伊，就得到智慧。比如讲箴言上尾一章，足趣味的讲到查某人才德的负责人。我用这来讲做青少年母亲节一个主题，讲智慧的母亲。咱会看伊内容足趣味，因为咱看见这个才德的负责人能干到一个地步，伊的神息很贤，贤达的贤，悠闲的闲。规章内底，因先生敢做一项事，就是坐踮城门口，甲长老讲话尔，其他的代志因太太拢做了啊。厝呢、囝儿、事业、主线事业、萝卜，逐项拢发了好势好势。咱发现犹太人对查某人的理解，迄个理想女性典型，甲咱的理解差足侪，敢毋是？因要求因的查甫人爱坚强，因要求因的查某人嘛爱坚强。你着知为虾米
这个遮尔啊受苦难、遮尔啊细的民族，会伫几啊千年来，好势，经过患难还阁存在，因为因的查某人嘛足坚强，因无爱软正的查某人，因感觉迄个刚强壮大的查某人，才是上帝形象的典型。所以旧约内底上理想迄个查某人的典型，就是啥？底波拉出将入相，有家庭的查某人，但是啥物代志拢做甲好势，啥物代志拢做甲上帝互伊偌济，伊就做到偌济。这就是箴言。箴言整个规本册所写作的目的足简单，就是期待少年人，期待咱的下一代会当伫敬虔的信仰诚做基础，活出迄个简朴却真丰富、正直却真聪明的生活。所以，咱会发现一项事，无论伫讨论的主题是金钱、是财务、是人际关系、是关系、是阶级等等，箴言的提醒常常会强调一款真正认真、真正严肃的生活的态度，伫敬虔的信仰顶面来活。通我讲，规本的箴言，若用一句话来讲，就是要用上大的努力，将这个敬虔的信仰完全、完备、深入来交托予下一代的一本册。所以，通我讲用一句话来总讲来讲箴言，就是咱常常在讲的，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，认捌至圣者就是聪明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敬畏上帝就是真理的开端，认捌至圣迄位就是聪明。这就是整个箴言写作上主要的目的。所以咱发现真趣味吼，箴言大部分伊的内容可能无亲像五经，无亲像先知书，无亲像四福音，无亲像保罗的批示。伊对信仰真侪重要内容有真长、真深入、真宽的一个教示甲理解，但是伊却是咱的圣经内底上生活的一本册。伊用生活的理解、实践来正做出发点。所以读箴言有两个重要的提醒：第一，大迄个脉络就是敬虔的信仰，正做基础。细脉络就是咱来甲其他的，无论是五经，无论是先知书，无论是四福音，无论是保罗，来互相来参照，互咱的理解，袂因为伊是一句一句，煞变做足偏狭、足片段，安尼就毋好。但是今仔日咱会看见今仔日所读的这段经文，足趣味，足趣味。伊将敬虔的信仰甲真实的聪明结连做伙。这是一个足趣味的连结。安怎讲？世俗的人，也是讲人情练达、极文章的人，因拢会讲：哎呀，宗教顶面吼，伤过敬虔的人是毋好的，因为因敬虔了伤过头，讲好听就是憨厚，讲歹听就是孤讲啦。所以咱讲吼，信了伤入，足侪人甲咱讲吼，就变成什么迷信？干毋是安尼？因的理论基础就是讲，你若信了伤机密的时阵，你若对你的宗教信仰伤过头、固执的时阵，你就无法度会当变通，你失去弹性了，你没有办法人情练达。但是遮，互咱一个无共款的理解，迄个互人感觉上聪明、智商最高，因为诺贝尔奖得最多的，甚至若无人。有一足侪人无爱即个民族，就讲啊，干巧的犹太人，干巧的犹太人，却互咱一个完全无共款的教示，完全无共款的提醒。而且干巧的犹太人、聪明的犹太人，却甲咱讲敬拜上帝，用真实的虔诚来敬拜伊的人，才是真正的聪明人。真正敬畏上帝的人，才是真正的聪明人，才是真正掠着迄个生命智慧的人。
所以今仔日咱看我短短迄个经文讲着啥物？伊讲着提醒少年人，即个青年爱做啥物？伊讲你爱为早起甲暗时终日敬畏你的上帝，这就是心内有智慧的人所做的代志。伊讲一个对照组，伊讲吼，咱若去接触遐有罪人、歹人，开时间去看这歹人哪会遮兴旺，这就是愚戆的代志。毋好开时间去欣赏遐个歹人兴旺的事，因为这就是愚戆。安尼假使将所有的代志拢转去到凡事凡米、万事万物的上起头，就是上帝当时是咱敬拜的对象，也当时是咱聪明智慧的源头。安尼假使互敬虔甲聪明是一个代代传承的用心甲刻意。伫遮会提醒甲咱讲一项事，咱无想讲吼，咱若甲囡仔带来教会，伊就自然而然变做一个敬虔的基督徒，袂啦。毋是干那带来教会就煞，咱来用心计较，刻意的栽培，刻意的努力的培育他。咱来用所有的快乐、所有的聪明、所有的智慧来培养咱的青年，咱的囝儿4岁，成做敬虔的基督徒。伊袂自然发生的，伊需要足济的努力伫内底，伊需要足济祈祷甲目屎伫内底。伫咱今仔日看到佢箴言的教师，伊教示咱将即款的虔诚、即款的敬虔传互咱的囝儿。所以咱要清楚甲咱的囝儿表达一项事，就是只有真正敬虔面对上帝的人，才是真正的聪明人。因为即款人知影上帝是万有的主宰，敢毋是？上帝是所有的主宰，上帝是我唯一的 boss， 是我唯一的老板。即款的人袂对上帝敷衍了事，感觉上帝年纪介大，目睭歹歹，听袂清楚，小可欺骗可能听无袂要紧，啊，佮心内软软，所以足好骗的，啊，足好使弄的。即款人袂做即款代志，即款的人，伊袂感觉伊会当占上帝的便宜，因为伊知占上帝的便宜，最后吃亏的是啥物人？家己尔。伫遮咱看见即个关键的字，重要的字就是敬虔。但是啥物是敬虔？真正的敬虔，其实是对上帝真实的敬拜、甲敬畏。佮讲一摆，真正的敬虔是对上帝真实的敬畏甲敬拜。啥物是敬拜？咱每一礼拜拢在敬拜。咱的青少年甲华语界还有敬拜赞美，到底什么是敬拜？伫我们内底真正的敬拜，是对上帝一种态度，就是全然降服伫咱的上帝头前，就是匍匐的意思，拍拜的意思。什么是拍拜？你若有去看人迄敬虔伫拍拜上帝，人伫圣殿内底，伊的骹、伊的手、伊的头，拢伫地面上。surrender， 完全的拍拜，什么意思？就是将咱的主权交踮上帝手中，彻底完全无保留，将咱性命的主权交踮上帝手中。讲主，你是主，对打开始，我所有的性命主权拢伫你的手中。你要叫我倒位去，我就倒位去。我是或是生，或是死。拢是你的人，就是生，就是死，拢是你的人。这叫做敬拜，这叫做降服。第二，咱来对上帝有够额的敬畏，够额的惊吓啦。敬畏这个字，若用英文来看，更加清楚，就是 fear your God。爱对你的上帝有够额的惊吓。因为够额惊吓，就咱袂做歹的代志。咱会足
谨慎伫咱的生活甲生命内底，伫咱的工作甲咱的婚姻内底，伫咱的信仰生活甲服侍内底，因为咱会惊。一个会惊的人，就袂做歹的代志，就袂无法无天。我永远会记得我的大学校长孙正校长，我讲过几啊摆，伊讲一句话，我一世人会记。伊讲年轻人要有所敬畏，少年人啊，你要有所敬畏。因为一个有敬畏的少年人，敬畏上帝的少年人，伊一世人就会行伫真理的道路，到老也无摇错。若无，伊就做足侪歹的代志，浪费真多的生命，伫少年上宝贵的时间内底。搁较进一步来讲，一个会惊上帝的人，就对世界无惊呀；一个会惊上帝的人，就对世界无惊呀。因为伊知只有上帝是伊的 boss， 是伊的主尔。但是实在生活咧，真正基督徒生活内底咧，其实咱有真多真多愚戆的妥协，敢毋是？我做妈妈。我甲足侪妈妈做伙讲话，听足侪代志。咱拢甲囡仔讲，你要敬畏耶和华，你要敬畏上帝，因为敬畏上帝就是智慧的开端。人捌知性者就是聪明，所以你若每一届伫学校的时阵，你若去上课的时候，你还记得讲：“亲爱的主耶稣，求你帮助我好好的学习，让我可以听得懂老师所说的，有好好的成长。靠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”咱拢会甲讲吼，那考试的时阵爱安尼记得讲：“亲爱的主耶稣，我要考试了，求你与我的考试同在，让我所有的准备都可以好好的发挥，不要看错题目，不要算错题目。”让我可以好好的透过考试来有更多的学习跟成长，靠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敢毋是拢安尼？足古锥的敢毋是？但是咱常常做一项事，咱的囡仔开始考试的时阵，咱讲教会免他接去啦，因为考试迄礼拜无去教会袂要紧。人甲讲上帝是智慧的源头，人家讲考试的时免去教会。这是啥物代志啊？这款的矛盾伫咱的生活内底，每一个所在拢在发生。咱甲咱的囡仔教两项书，一项书叫做上帝是智慧的开端，然后甲教一项书，你考试的时阵，你无用的时阵，你工作无用的时阵，你拢免去教会，不要紧。这是啥物款的信用的假释啊？咱在妥协内底，妥协到啥物程度啊？咱甲上帝讲，我是圣洁，因为你是圣洁。然后咱因为惊同侪压力，人家说粗话，咱嘛说粗话；人家讲黄色笑话，咱嘛讲黄色笑话；人家去不应该的场所，咱嘛去甲足欢喜的。这是啥物款的信用的态度呢？咱每一工拢咧祈祷讲人生的伴侣是上帝赏赐。主啊，赏赐我一个好的先生，也是太太，因为你是赏赐好的同伴的上帝。然后咱伫咱的生活内底安怎做？你的10大标准，第一项，基督徒勉为其难，甲上帝交代。第9点、第10点，若无物仔通咧，就开始你的身高体重。有的人更较恶劣。讲要父母双亡，免得侍奉公婆。这是啥物款的理解啊？甚至年纪到，咱就足紧张的。上帝无替我找，家己找。然后伫无适当的感情内底、婚姻内底，伫遐一世人受苦着磨。这就是咱的信仰生活，敢毋是？这就是咱的信仰生活，咱拢在妥协内底。咱相信上帝赏赐咱事业成功，然后隔壁的人去无应该去的所在应受，咱嘛对去。收无应该收的钱，咱嘛照收，敢毋是？咱是要偌尔啊愚戆啊！
我尼啊愚戆啊！愚戆到这个程度，咱对世界的潮流到这个程度，咱惊无共款，咱对甲别人无共款，足惊的，足惊的，惊到无理性，甚至惊到一个程度，咱无惊上帝，咱惊遐甲咱共款软假软弱有罪有限的人，就是无惊上帝。所以咱拢伫含乐伫讨厌的内底，咱袂记得上帝，咱瞎忙，咱伫人世的风浪内底，哪扑哪沉，哪沉哪扑，佮带咱的囝儿时势，甲咱的另外一半，则会伫遐扑伫遐沉，这就是咱的人生。咱常常伫生活每一个层面，有信仰逻辑的谬误。咱的信用无忠实，咱袂记得一项事：50%的信用就是无相信，50%的信用就是无相信。有时间，咱会伫咱暗时困的时阵，忽然发觉一项事：连毋是基督徒拢知的代志，咱哪会拢总毋知啊？咱的信用到底在信啥物啊？所以基督徒真正的聪明，敢是咱若真正相信上帝是宇宙的主宰，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，你就相信到底就好啊！你就倚靠伊就好啊！你就把伊的性命主权放伫伊的手中就好啊！敢毋是？相信伊会掌管你的性命比你较好，敢毋是？尤其是咱咧教囡仔咧读册，迄12年的中间，迄15年、16年的中间，这项事足重要的，因为这就是伊信用起造上关键的迄10几年。我要分享我家己一个真趣味的一个经历，互大家做鼓励。我伫台湾还未出国进前，其实我的英文足歹。你讲啊，牧师你随便乱说的。其实我29岁才出国。我出国进前，我的托福差不多拢伫550到558左右伫遐点来扑去。我的老师感觉足奇怪，讲这个小女生英文的发音还可以 ，OK， 但是为什么英文的分数安尼直6啊袂起来，拢伫60、70安尼扑来点去，毋知啥物代志。毋知啥物款的迄个学习的角，死角拍袂开，足奇怪。但是上帝呼召我，甲我的先生伫新学的毕业就出国读册。迄年我29岁，其实对一个语言的学习，迄已经无救啊啦，因为都30岁啊，所以拢定伊啊。我就甲上帝求，我8月初离开台湾去到美国。讲主啊，你带阮到美国，足可怕，你知毋知？足可怕，你知毋知？我踏进迄个 supermarket 超级市场，一排要买一个清洁剂，一个墙壁的清洁剂，那像摕枪甲记的遐冰钉共款，互我足大的压力。我要买啥物牌、啥物款的清洁剂？我要买一罐等于洗碗的清洁剂，我都买毋着。我买着洗碗机的清洁剂，哇，真好！加漂白水伫内底，手若伸入起来，全白泡泡、幼绵绵，烫一顶皮，完全袂洗哩。感谢主，后来有用啦，摕去洗马桶、甲洗浴缸拄好，但是手袂使落，落的时阵烫一顶皮。所以每一天出门，拢是一个足大的压力。买清洁剂的安尼，啊买火腿咧，还有意大利文，我知迄是啥物火腿。啥物 cheese？ 敢若去 supermarket 买一抓生活用品就是一个压力。然后过来半个月，就是2礼拜外新生训练，过来就入去开始读册，足可怕、足困难的一个过程。我就上帝祈祷讲：主啊，这样代志我无法度，老师无法度，无人有法度帮助我敢毋好。伫我要开始上课的前一暗时，我困，
带着真大的压力困，因为第二天我有3门的课，9点钟的英文轰炸，我毋知要安怎，我就甲上帝求。结果我开始困的时阵，我发生一件足趣味的代志，因为我足爱读推理小说，嘛足爱读武侠小说。结果迄个暗时8点钟的困眠，我梦到全部的金庸跑出来乱晃，但是都讲英文。你有看过黄蓉甲郭靖用英文谈恋爱无 ？Oh my god， 迄敢会funny？你有看过《笑傲江湖》的令狐冲用英文甲别人魔教中人讨论什么是正，什么是邪？迄敢会堪你8点钟，8点钟伫遐英文轰炸，搁加轻轻空空，因为因小前小台，哈嚓用英文。哦，主啊，这敢会堪你？我已经精神衰弱，可能要看医生啊，是毋是？这是一个足奇怪的梦，8点钟。当我踢开我的目睭，第二天去读册的时阵，我的耳孔就开。为迄天开始，我听英文无问题；为迄天开始，我讲英文无问题；为迄天开始，到今仔日，我的英文无搁受限制。我的老师讲，你足奇怪，较老才来读册，你英文竟然 OK， 这是啥物款的情形？上帝开我的耳，开我的心，开我的聪明甲智慧，是老师无法度教，是我无法度学的，只有上帝会当予我。这就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。入捌至圣者就是聪明，敢毋是？咱通常拢在教囡仔，但是咱足少甲囡仔带到上帝面前，互上帝教，好毋好？咱家己教甲乱糟糟，无愿意放手，放踮上帝手中，互伊教，真正可笑甲愚公，敢毋是？叫做帮助咱。毋是干那读册尔，伫事业的内底，咱拢足爱即个，若有工作的人，拢足爱即个祈祷的，就是雅比斯的祷告，历代志下4章10节，每一个人拢足爱，足侪人会晓背安那，求上帝赐福互我，求上帝扩展我的境界，求上帝常常甲我伫地，求上帝互我保守我无受灾害，无受艰苦，所以好的我拢要爱。所以歹拢毋好我拄着，但是若是咱真正相信，就毋好阁因为事业做无应该做的代志，毋好因为事业违反你信仰的原则，违反道德甲伦理，甚至违反法律的规范。若咱真正捌伫怎样来计算？评估咱的人生，咱就要乌白拜，大仙拜、细仙拜、乱糟糟的拜，咱会忠实专一伫上帝的面前，互咱毋好阁有迄个信仰基本的错误，互咱会当真正甲咱的信仰伫虔诚内底传互咱的一代。聪明犹太人，互咱学习真正的聪明，就是敬畏咱的主，就是敬虔。来过日子，就是健康，将这个健康的信仰传予下一代。我常常在想，最近拢在反省这样代志，就是咱的教会到底是啥物？整个长老教会到底失去啥物？其实咱失去上重要，就是将这个健康的信仰传予咱的下一代，迄款精神。以前的咱的前辈是偌尼啊敬虔，伫伊的信仰内底。但是咱常常爱反省一项事：，若咱的教会无搁传迄个敬虔的信仰，互咱的下一代，教会是啥物？教会到底存啥物？就是一个不好玩的基督徒俱乐部而已嘛。真的不好玩，说真的，因为你来教会牧师也袂讲哦，圣神充满，点燃你的热情，然后吐火，不会嘛？咱袂做这项事。所以教会永远比世界较歹耍，较无好耍，较无趣味。
因为世界当作趣味，所以教会若无起造伫即个见证伫即个敬虔的传统、敬虔的信仰顶面，其实咱啥物拢毋是，咱啥物拢无，咱就空空。求主赦免咱教是囡仔，咱伫敬虔的传承顶面，遐尔啊济会无教养。聪明犹太人提醒咱，爱真正聪明，互咱的囝儿知啥物是大，啥物是小，上帝是大，世界是小。互因知，若真正敬畏上帝，就无所惊吓。因为世界拢伫上帝的后壁，互因无搁伫人世间搁退后，最后退到拢无通所在去。互因因为敬虔，诚做敬虔的好个，就咱会发现一项事：假使咱的囡仔敬虔，就因有一天忽然聪明，因为上帝介意。然后咱会发现咱的家族。哪来哪兴旺？因为敬虔的好业，诚做兴旺的基础。然后咱会亲像头拄仔启英文所读的，毋是咱即个人，也是咱的家族，会当诚做栽伫溪边的树，照时结果子，伊的叶也无孤大，所以就一尽顺利行通。互咱会当伫咱的即世人内底。咱的家庭、咱的家族内底，享受阿伯拉罕国度的福气、福分，做伙来祈祷。我伫祈祷内底有一个感动，要甲大家做一个邀请。伫咱拢甲目睭开的时阵，互咱回想咱伫信仰的路程内底，你检有伫过去。伫假使你的4岁囝儿的时阵，捌伫信仰的原则甲坚持内底退后吗？你妥协到一个程度，你回头一看，发现你的囝儿4岁已经离信仰远远，伊继续伫人世间浮浮沉沉，却毋知影哪，搁一摆牵调上帝。你要伫遮甲上帝讲：主啊，我后悔啊！主啊，我后悔啊！帮助我好毋好？互我伫今仔日开始，搁一摆得到敬虔的心，搁一摆将我的囝儿4岁用祈祷带到你的面前，互你搁一摆来对因讲话，互因的性命搁一摆甲你结连，互因转来到教会内底，无搁伫外口流浪。我看见因伫人世间，伫因的婚姻，伫因的工作，伫因的生活内底，伫遐艰苦，我足艰苦的。但是我毋知要安怎，主啊，我后悔啊！你帮助我好毋好？互我会当搁一摆甲我的囝儿带转来。你若愿意安尼行，你就举手，我就为你祈祷。你若愿意安尼做，你就举手，我就特别为你祈祷。主啊，我后悔啊！帮助我，将我的囝带来。将我的新妇，将我的囝婿带倒来，将我的孙仔带倒来。主啊，我后悔啊！帮助我，我就为你祈祷。你举手，我就特别为你祈祷。特别上帝，阮将这兄弟姊妹放在你的手中，因为因后悔啦，因为过去的生命内底、生活内底、时间的内底。捌因为这个世界引诱，捌因为这个世界压力，就将因的囝放手，互因无搁行伫上帝真理的道路。阮看见这4岁囝儿，因伫世界浮浮沉沉，因伫世界受苦却无出路，阮就心内艰苦，那亲像倒伫挂。主啊，帮助我，阮后悔的时阵，你就搁一摆来赦免阮所有做无教业的代志。互阮因为后悔，搁一摆转到你的面前，用祈祷将阮的囝儿4岁，搁一摆放在你的手中，相信因是你所宝贝的囝儿。主啊，你靠因转来，你靠因转来，互阮的青年，互阮的下一代，搁一摆转来到教会，因就要互你家己来起调，互因一世人。
因为弃掉上帝就弃掉智慧，就弃掉敬虔敬畏上帝的心。主啊，阮伫遮甲遮个事碎放伫你的手中，愿你怜悯赦免，愿你的慈爱伫阮的中间，搁一摆护掉因转来，互阮的教会因为青年搁一摆入来，阮就得到兴旺，会当面对教会将来。互阮的囝儿搁一摆转来，阮的家族就有前途，就会兴旺，成做基督的见证。安尼祈求，安尼感恩，是奉靠最后所基督的圣名来求，阿门。